用英语甲法语，甲台湾的即边了，我是爱来讲台语啦吼，因为迄阵会晓讲诶，因着放会听咧啊，家己责任无爱负，去叫别人负什物责任？家己责任是啥？家己会晓啥物？你上专长的是啥物？爱知影家己会晓啥，才去做啥，知无？就是明明就是英语足好诶，数学零分，你着叫伊要做医生，即种父母搁伫咧台湾就一工袂好啦。所以讲吼，你要啥物去，要爱中国话啊，啥物诶，咧新歌内拢是葫芦话甲中原音啦，迄着上好笑啊。迄啥物葫芦倒位？顶摆有无讲过？顶摆有讲过无？无，葫芦倒位？也袂使有，顶摆讲过。中原倒位？客人讲因家己讲客中原音，咧恁台湾讲家己台湾人讲台湾话，啥物葫芦话、葫芦人、葫芦啥物葫芦诶，迄拢是安怎？无爱用迄堆起葫芦，你家己北话是啥物？拍面啥物？百越诶代志你知影偌济？佫毋知影？你知影解说家走甲家蛇无？毋知影。家拉是啥物？大家拉甲家拉有啥物关系？拢无爱知，嘛毋知，你去学外国物件，佫要传统，你头壳是毋是人格咧分去啊？你来看觅啊吼，人啥物是去国外做母语教育的研究，转来救亡图存，好处就甲伊学起来，因为后壁大家拢是徛伫咧足悬的牛人的肩胛头才有法度看世界。所以讲吼，伊徛伫啥物牛人的肩胛头，嘛是有真侪人，伊甲遮个人是有来往的。这是啥物？因以前即个时代，安尼是毋是录袂着音？歹势，好佳在拄食咧骂人的时阵，好，我搁骂一个好啊。咱是徛伫个牛人的前骹头才有法度看世界吼，所以讲吼，好佳在拄则无甲即个麦克囥落来，若无吼骂了匹配叫，甲安尼个毋知影家己爱看镜，嘿，看镜看啥物？咱有足侪镜的哦，吼，啥物？你国语运动是啥物？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伫台湾偌久啊？你佫会使甲人当作是 Chinese，你心肝是偌乌？当若像伊甲美国人当作是，全部白人拢当作是欧洲人共款的意思啦。你永远一世人是欧洲人啦，即算讲你2代3代嘛共款啦。就是即种态度，搁伫咧台湾才袂进步吼。即摆我为虾米要研究迄个台语注音，就是要互迄一寡阮无法度去国外嘛，无法度去西方学一寡物件转来的迄一寡山车人，就若像我，恁兜袂比阮兜较山车，若是比阮兜较山车，爱较谦虚，知无？谦虚是啥？甲会教？吼，第八节是啥物？比较新独立国家的语言政策。为虾米才讲新独立国家的语言政策进前爱讲遮济呢？就是因为讲有一定无爱中国，无爱中华。买台湾好，买台湾，你伫台平金马是毋是平湖？平湖你买无？平湖是毋是台湾一部分？根本无爱做台湾一部分，是因为伊甲台湾输的关系足少啊。恁着共等伊啥？有一堆网络观顶的言论咧讲这，台语讲无好几句，无就是台语配啥物？台语配一堆囡仔人听无的迄英语，嘿，所以我的立场甲因无共款，知无？我的立场就是，我要说华语，我随时都可以讲非常标准的，而且非常官腔的华语。但是恁若是要我讲台语，我嘛会使安尼甲恁对恁讲台语，因为我就是伫咧生活当中，慢慢甲这台语学转来，甲母语对生活中学转来是过来的囡仔人爱做的代志。恁有甲恁放咧眼内无？若是无，
咱就会若像新加坡以前小孩不笨，你们是毋是报了足久啊？你想看觅迄内面个剧情是啥物？啊，第一个要讲新加坡，就是因为这是咱的囝，因以前看袂起迄个传统语言，嘛看袂起华语，结果咧，即摆有需要华语的时阵，会晓华语甲英语的囡仔人有过来较好无？嘛是无，为虾米？因为国家有徛因迄边无？我毋知啦，还是徛咧搁较好、搁较俗的人。落工遐，还是好，甲咱共款要规咧抱啥物倒一国的啥物物件，是毋是？但是恁人也是听有好，就是我嘛希望讲吼，马来西亚甲新加坡甲台湾是安怎，要共的共名啦吼。但是咱有较济、足济权利个，咱有中文教育，咱有母语教育的意识，咱有环境，咱有法律，咱有足济民族诶，佮有世界知名度。啥物？咱的民族世界知名度。啊，因的册店敢会当买着英文册，介字字的册，毋知会剩偌济，因为囡仔人有需要学虾物这华文无？我嘛毋知影，这爱问因，这是因专长，因是遐个人。爱台湾的代志，爱问着台湾人好无？我可以学一寡 mansplainer。Those mansplainers complain of 30 years until now. OK，我即摆开始讲台语啊，佮开始讲台语啊，因为迄一物件，就是咱的囝。我毋知遐个政治安怎，但是恁会当问看觅你身躯边的会晓讲福建话遐马来西亚来的、新加坡来的学生囡仔，因为我希望台湾去重视家己的文化无。也是会讲双语教育，咱的双语教育有法度比因较好哦。因是伊讲实名的，咱是日本实名的咧。咱日语拢讲袂好诶，日语无可能讲好啦，无可能比韩国人好啦。但是因足家己摇诶，毋知爱去会继续学好无？因为因的国家是互白调，咱是互单调诶，互捡起来。所以迄个故事是无共款诶。你有法度安尼想无？若是你今仔日是因为我讲你才知，嘛袂要紧，因为我这本来讲遮尔济台语，就是要讲互是大听诶。比我年纪较大诶人，才有可能听有遮济台语。所以讲，我今仔讲遮个语言政策，就是恁各有权利，咱莫伫个恁要走诶进前，才做伙看着台湾败去。我毋知最近台湾有出产啥物，有无？啥物新的计划无？有无？新的流行有无？新的创意有无？拢无。即2、3年有无？4、5年有无？有无？讲几个来？还是拢咧看韩国诶？我正前咧实习诶时阵，囡仔人咧听啥物？查某学生当然是会听韩国诶，会跳舞。查某学生伊是听啥物？东南亚诶 hip hop， 这恁知无？所以讲新加坡因是毋是像真济？新加坡、印尼、印度尼西亚偌济华人，咱有去接触无？人一直伫网络高顶放各种伊诶文化诶物件，就是要甲世界各位诶华人诶接触。咱就是要敢若孤单一个，你以为你家己是冰岛哦？甲人足远诶，你会当徛伫遐看，远看。但冰岛嘛是安怎破产过？破产过是因为因诶环境有法度去支持因规个社会继续运作，咱有法度无？所以讲吼，我即摆来拢读，就是要开始看咱的囝，即几物件，这是啥物时阵写的？我讲定讲一解吼，2006年写的物件。因为李先生伊我去听伊课时阵，即个签名馆顶是写2016年，10年后
10年后，伊佫愿意甲即本册摕出来卖互大家，就是因为，可能伊讲，我即马讲了，10年后，佫是无改变。可能10年前就诚济学者咧呼吁啊，无效就是无效。安尼即马连我即种第一站诶，真无简单，行了迄1、20年诶学生人生，过来接受啥？接受讲有关系就是无关系，无关系就有关系。这是安怎？好，继续，我要开始朗读啊！好，没了啊，总算会通朗读啊。好，就是要先甲你讲，我要朗读即几个国家有倒几个？第一个新加坡，第二个坦桑尼亚，第三个挪威，第四个印度。这4个国家哦，最近10年啥物改变？我拄则讲着新加坡的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改变，就是华文学校遐个学生，因的华文有效啊，伊传统语言佫较有效，但是因会晓用无？咱会嘛会当互因一寡咱嘛会当做因的行，嘿，互因知影讲，恁的 Page One 进前无遐尼济人会买，安尼呢，过来一届啊，因为咱要推上上一个国家，Page One 内面卖啥？卖英文册尔，无中文的。你有去过无？我有去过。好，过来，新加坡我来读因为这是台语朗读讲义，所以我也是爱读册啦吼，读册互恁听吼。好，新加坡以前是英国的，毋是美国是菲律宾哦。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独立了后，用英语做第一语。除了英语，也佫有3个官方语言：华语、马来语、塔米尔。新加坡的人口华人占76%，啦。以讲福建话为主，福建话为主哦，所以嘛听有吼。一开始李光耀政府非常排除华语伫迄个位置啦。60年代若是有主张华语，甚至是犯罪行为。1983年甚至宣布要伫87年结束华文学校，所有的学校拢用英语做第一语言，因以前做啊更较悬。意思是讲，伊嘛有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是国语啥？就是咱咧双语国家的另外一个语言，英语。但是因是英国殖民的，咱凭啥物？过来凭啥物？咱有遮尔啊侪华侨伫咧外口，拢伫英语国家，甲因请倒来毋就好啊？还是恁无爱倒来？1988年，李光耀的观念有重大改变，认为讲1988年哦，我是1987年生，认为讲语言就是文化，所以开始推崇华语运动，希望透过华语吸收儒家思想。其实推崇华语也是有误差啦吼。既然相信语言就是文化，应该推崇家己的母语啦，知无？推华语啥物所在？华语啥物时开始的？嘛是有一段时间啦吼。元朝开始是近代汉语，近代汉语以来，你罗贯中的《三国志》你有看过？《三国演义》有看过无？看《三国演义》的原文啊，你有法度读出来，就是因为伊已经是近代汉语啊，近代汉语。我安尼讲伤紧吼。我安尼讲是我平常时的速度，应该有的速度。好，近代汉语是自迄时开始，到迄个你即摆会当伫个 YouTube 观点看到迄个溥仪伊咧讲啥？伊咧讲阮即种即摆会当安尼讲的华语，迄阵就开始伫个宫廷就是即种型啊。民国初年，迄阵足侪所在的人。讲诶，阮拢听无，阮即马拢会听无。蒋经国我听无，蒋中正我毋敢讲我会晓听，但是孙中山孙文伊讲诶广东话，即马广东诶人佫听有，所以讲可能朱熹伊有法度甲伊诶声音留落来，咱佫有法度
好，法度，那就听第三句话，咱听有哦。好，听有50%啦，差不多。啊，安尼，过来。黄宣焕教授伫1993年就真亲热的批评，其实新加坡真侪华人虽然当时会晓讲英语甲华语，但是因有深深的自卑情结，比英美国家，因感觉家己的英语是二流的。OK，新加坡人感觉家己的英语是二流的，咱是外一流吼。也，今仔日袂晓相信啥物，相信啥物？因为啊。这个国家的语言政策拢真清楚，咱的咧。好，过来，咱有法度甲伊互别个国家安尼写出来无？这是一个问题啊吼。系，甲中国用台湾比偏哦，嘿，老师遮写的是比偏哦，嘛是二流的。哦，咱安尼想吼。这可能是讲因的华语啦吼，一个二流语言的国家的社会，敢会当发展做一流的思想、文教兴旺的社会哦，代表人类思考上官方的文化、科学、艺术的活动，敢会当建立一个伫二流语言的社会基础的顶悬呢？好。老师，你安尼骗哦，这心就骗的哦。你甲我共款无介意因的语言政策哦。好，但是吼，因家己即马有啥物物件，因家己有文化自信啊，家己 English 吹出来啊，吹出来用啊。因为 English is quite grammatical. It's quite grammatical, and that's their identity. 所以讲吼，10年前诶代志，甲即马已经无共款咯。因少年即辈已经起来，咱少年即辈佫有法度做代志无？啊，我毋知影，我讲阮佫有偌济时间会当做，阮家己诶语言就少。但是啊，继续看坦桑尼亚，拄啊好，我有听刷西里诶歌。迄是迄几个国家伫遐吼，因有几个拢是讲刷希利甲英语的，所以讲坦桑尼亚应该嘛是吼。我再继续来讲吼，坦桑尼亚有100外个本土语言，要选一个做官方的国语实在有困难。因佫毋甘愿继续用实名者的英语作唯一的官方语言。第一任总统 Julius Nyerere 选练刷希利吼，刷希利做国语，刷希利一直是独立运动所使用的语言。啊，捏咧本人的群众魅 charisma 啦吼，魅力影响伊使用的语言吼，伊政治演讲啊，政治文章啊，拢是用刷希利。伊伫本来拢使用英语的场合，拢带使用刷希利。伊甚至甲莎士比亚的凯撒吼，凯撒，以及威尼斯的胜利人，啥物胜利人？伫维练册胜利人吼，翻译做刷希利哦，提悬迄刷希利的地位。但是你想，你敢知影刷希利是啥物人的语言？阿拉伯胜利人载来语言哦，吼，所以毋是较好学。但是伊甲迄个帕萨印度尼西亚敢差不多啦吼。巴哈萨是泰国诶，巴哈萨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就是伫马来西亚诶，因本来诶马来语，去伫印度尼西亚规个国家内面通用诶一种外来诶迄个国语吼。好，刷希利。刷希本身已经是初级教育的语言，嘛是真重要的因素。而且吼，刷希利伫几百年当来，一直拢是100外个外语族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 就是甲迄个法式关系，甲迄个法国有关系。就是意思就是讲，法国话以前有可能是因为以前个法兰克帝国嘛，法兰克帝国。遮尔啊大，遐尔啊大，可能着包括着迄个半个欧洲，
所以讲，另外弗兰卡，我毋知迄历史是倒一个，可能是法兰克帝国、法兰克王国，抑是法兰西，吼，拢有可能吼。你家己去查吼，你家己看有网络有册当查，图有册图书馆会当去，安尼就尽量用，咱就尽量用哦。平平伫咧东非、肯亚甲乌干达，因为政权控制伫咧少数人的手中，嘛无要维持社会经济动力的意愿，所以因选择继续使用殖民者留落来精英分子的英语。所以讲吼，你即摆去东非吼，上定用着语言也是英语吼，但是西非就无共款啦，北非更加无共款。吼，过来 No way，要学因两种语言，其中一种最歹学的吼。好，我来讲哦。挪威经过丹麦4个世纪的殖民统治哦，伫咧1814年才独立。迄个时阵啊，挪威的高层的人啊，正式的场面拢讲挪威腔的丹麦语。迄什么？挪威腔的丹麦语？因并无一个挪威的标准语，但是有真侪挪威方言哦。虽然选用丹麦语真方便，但是迄个语言代表因的世代的压迫者，因的态度准讲无敌意，嘛是足毋甘愿。最后政府用两种方法来解决。第一，改良的丹麦语往挪威的发音方法去改，最后发展出 Porkmal。即我会当去问啥？我敢若认识3个丹麦个人哦，我毋知挪威个人哦。另外一种呢，就是庄卡的挪威语发展出来的新挪威语。听讲我正常有查过啦，听讲即马有真侪人是拢用新挪威语，但是伊的精英也是会讲博马了。爱看迄咱的留学生出来会当解说偌济啊。虽然政府支持民族主义者极力推杀，毋过到1980年正式讲博马镇压新挪威语，那就是安尼吼。这1992年的资料啦吼。最后印度是啥物国家？你想看觅 ？Escland un pays anglophone ou bien anglophone？印度是英语国家无？还是印度语国家？这是印度人拢会烦恼的代志。为虾米？因为敢英语会当甲伊规个国家合起来，嘛无就会切两半去啊。吼，过来，我来看，我读一个互恁听吼。英国经过百外档英国的殖民，伫咧1947年独立。印度是一个语言复杂度真悬的国家吼，境内的语言哦有偌济呢？因为到底有偌济？因为语言学家对语言方言的定义有真大的差异。1951年的普查列偌济种？845种啦。哪会遮济？1971年的普查列200种，可能是有诶合作伙啊，有诶合作伙啊，我嘛毋知影，可能统计诶方式无共款吼。其中有15种语言是主要诶国家语言，包括14种古代语甲1种古语。啥物叫古语？咱诶文言文就是咱诶古语，拉丁文就是欧洲诶古语，阿拉伯文就是伊斯兰教诶古语。知影吼？拄啊独立诶时阵，希望会当伫将来以多数人诶兄弟做殖民时代代替殖民时代英语做全国通用诶官方语言。所以讲吼，大家乐捌伫咧菲律宾实行这，结果咧，有另外一半诶人无爱大家乐啊，那像北部诶迄种吼，
别远的迄种话，无爱啦。好，每一个国家拢有即个问题吼，所以讲吼，印度诶，因有想过安尼做，所以讲呢，伫宪法内面明定，15档以后要用hindi代取代英语，过渡诶期间暂时使用英语。不过，这段时期间的当权者以及文化精英并无放弃英语的意图。为虾米英语伤好用啊？因为会当甲规国的关起来，而且甲以前的时代有法度牵过。但是讲1966年，教育部公布三语公式，规定国级学校爱教三种语言吼。第一，母语，迄是国省的主要语言。省，因为省 province 嘛，provinces of all India。OK。第二，Hindi 也是英语，南部的迄一半达拉比杜可能就会选英语啊吼。第三，巴黎印度语也是外国语。那像讲吼，伫我迄尼泊尔遐也是我那个孟加拉地区就是孟加拉吼，遐迄是可能就是别种印度语啊吼。三语的公式，本地用语真好，可惜母语是hindi 的，无要选，并无选三个语言，因真自私，选 hindi 甲翻译尔，翻译上宗教语言。意大利人因去读文言文，就若像咱咧读文言文共款。意大利人因读拉丁文，就像咱咧读文言文共款哦。比日本人搁轻松诚济啊，比韩国人轻松足济啊。咱读文言文足轻松的啦吼。其中hindi 就是因的母语，翻译是并毋是我的语言，所以讲拢毋免学别人的语言。免学别人语言是一种我上大，你若听我的代志。咱会使讲别个国家安尼无？足济国家语言翻成，所以讲伊会倒叫伊做搁较济代志。但是你若有想看到别个国家伊无爱做遐尼济代志，搁想要占人的好处，安尼你爱维持个正义啊公平无？你家己想看觅吼。好，因为多数的语族的沙文主义 chauvinism 就是沙文主义迄个来源啦。沙文主义就是我上大，你听我迄个意思啊，毋管你查某啦。嘿，地书三语公式推测失败。好，足紧就甲这讲了啊，但是头前面的代志真重要，希望大家当放伫心肝内吼。若是你有啥物需要参详的，嘛是当甲你身躯边，伊囝日是也是时大，也是透过网络，甲像我即种戆人参详看觅，你可能有较无共款的看法，会当开始改变你的想法，就会当开始甲你身躯边一寡会当传落去物件，用即摆的科技留落来传落去。先讲到遮吼，安尼咱后摆再一个，后摆会较轻松淡薄啦。可能来算看觅啊，来读看觅啊，每一个个名安怎用台语读好啊？这最重要的。好，是安尼，再见。